練咗成個賽季，長課操夠，interval 衝夠，甚至連碳水儲備都做足，覺得今次一定可以衝個靚 PB。終於等到今日比賽，一鳴槍，周圍氣氛嗨到爆，你跟住人潮一齊衝出起跑線，睇手錶發現頭 5K 快過目標配速10秒，唔緊要啦，狀態好嘛。結果去到30公里，嗰種撞牆嘅感覺突然來襲，最後唔好講 PB， 連挨返終點都覺得好漫長。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Running Rex。你有冇試過咁嘅經歷？如果我話你知，令你崩潰嘅未必係體能唔夠，而係你跌入咗一個叫做配速變異嘅隱形陷阱，你會唔會覺得好唔抵？今日我就同大家拆解呢個 PB 殺手，教你點樣由起跑線開始，穩住節奏，笑住衝線。另外，我提供咗一款利用 AI 分析跑姿嘅工具，俾你喺賽前了解下自己喺跑步效率同經濟性嘅表現。連結放咗喺下面描述欄，點擊入去之後，10秒就能夠分析出你嘅跑步動作。首先，我想同大家釐清一個概念：配速變異 （pace variance）。簡單嚟講，就係你每1公里嘅速度波動有幾大。好多跑手以為只要最後個平均配速達標就得，中間快快慢慢冇所謂。但運動科學研究話俾我哋知，事實完全相反。一項分析咗超過285個馬拉松 GPS 數據嘅研究發現，非精英跑手嘅配速變異率平均高達 16.9%， 而呢個變異率竟然解釋咗 46% 嘅原賽時間差異。換句話講，你跑得越唔穩，你就越大機會跑得慢。因為高配速變異會令身體過早燃燒寶貴嘅肌糖原，積聚乳酸，結果就係喺後段出現能量斷層，即係大家最驚嘅爆偈。咁點解大家都知要穩，但一上到起跑線就守唔住呢？呢個就係所謂嘅起跑線陷阱。研究指出，馬拉松起步嘅時候，人體處於高度興奮狀態，腎上腺素飆升，令你對費力程度嘅感知出現偏差。你以為自己用緊輕鬆嘅鬆2力度跑，但其實心率可能已經不知不覺上咗鬆3，甚至鬆4。數據顯示，起跑頭5公里跑得比目標配速快20%嘅跑手，最終能夠達成 PB 嘅機會率低過 10%。另外，起跑區人多擠迫， GPS 手錶經常會漂移。如果你單靠手錶嘅即時配速去跑，好容易因為數據延遲而一時衝快，一時收慢，無形中製造咗極大嘅配速變異，埋下咗後半程崩潰嘅伏線。講到呢度，想帶出一個經常被忽略但極之關鍵嘅點：配速變異其實同你嘅跑姿穩定性係息息相關嘅。好多時，配速忽快忽慢，係因為你嘅步頻同步幅控制得唔夠精準。當你想加速或者減速嗰陣，如果冇意識咁過度跨步或者步頻亂咗，除咗浪費氣力，仲會直接導致配速波動。呢個時候，跑姿分析工具唔單止係幫你睇下跑姿靚唔靚，更重要係幫你揾出令配速不穩嘅元兇。呢款 AI 工具簡單到用手機拍一段自己嘅跑步影片就得。App 入面嘅 AI 技術就會分析你嘅8種跑姿數據，例如步頻穩定性、觸地時間變異等等。如果你發現自己喺模擬比賽配速時，步頻忽高忽低，或者垂直振幅太大，咁就代表你喺真實比賽入面好容易出現配速變異。透過 App 嘅數據反饋，你可以喺平時訓練就鎖定最慳力、最穩定嘅嗰一組黃金跑姿。到咗比賽日，你就唔係靠估，而係靠身體記憶去維持穩定配速。返到賽道上，具體要點樣做先可以避開配速變異陷阱呢？我建議大家採用3階段管理法。第一階段係起跑首5K，鎖死心率。
唔好理身邊啲人衝得幾快，亦唔好太信賴手錶嘅即時配速，反而要專注喺你嘅呼吸同心率，嘗試用鼻吸口呼嘅方式，強制自己留喺有氧區間鬆弛。呢個時候慢過目標配速5至10秒都絕對冇問題，因為你慳翻嚟嘅糖原會喺最後10公里還翻俾你。研究證實，能夠喺前段維持低配速變異嘅跑手，後段減速明顯較少。第二階段係中段巡航，體感監察。過咗5公里，人群散開咗，配速亦開始穩定。呢個時候，你要每5公里做一次身體掃描，膊頭有冇縮起，擺手有冇過大，步頻係咪維持喺180左右？每一次微細嘅跑姿走樣，都會令你嘅配速不知不覺間飄忽。記住，穩定嘅跑姿等於穩定嘅配速。同時，嚴格執行每45至60分鐘攝取60克碳水化合物嘅補給策略，確保能量供應平穩，避免因血糖波動而導致嘅速度下降。最後係後段嘅抗干擾心理戰，去到30公里後，身體疲勞會令神經肌肉控制變差，呢個時候係配速變異最容易失控嘅階段。好多人一見慢咗就急住衝，一衝心率就爆，結果就要行。正確做法係專注於可控因素，即係呼吸節奏同核心肌群。當你覺得想跌速，試下專注做幾下深呼吸，重新激活核心，想象自己嘅跑姿好似機械人咁精準重複。有研究指出，運用心理意象去維持理想跑姿嘅跑手，喺極度疲勞下，仍能有效減低配速波動，大大提升完賽表現。總括嚟講，馬拉松唔係鬥邊個起跑衝得快，而係鬥邊個犯錯少。配速變異就係嗰個令你流失能量嘅大漏洞。記住今日講嘅重點：起跑唔好跟車太貼，善用跑姿穩定性去鎖定配速，分階段管理體能。如果你想喺下一場比賽前徹底檢查自己嘅跑姿隱患，確保能夠輸出最穩定嘅配速，記得點擊下面嘅連結，免費下載同使用頭先提到嘅跑姿分析 App， 拍條片睇睇數據，可能你就係差呢一個微調，就能夠突破瓶頸，衝擊你嘅 Sub3 或者 Sub4 目標。祝大家呢場馬拉松跑得穩，跑得爽，PB 到手。我哋下條片見 ，Keep running。